台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我小杰。最近吼，唔知影大家有咧关心台语歌无？台语歌嘛是拢一直跟华语歌共款，一直拢有新。啊，唔知影大家吼，就是讲吼，关心台语歌到什么程度？咱今仔日吼要来讲一个足特别的台语歌，就是9M88的足久无见。9M88伊嘛出台语歌。是啊，有个人就反说讲吼9M88，是像你共款，唔知影9M88是毋是有出台语歌？要毋讲吼，其实足久无见这条歌，伊是伫伊这块专辑内底的主打歌。其实伊除了吼，这个9M88伊创造这个挑战这个台语歌以外，其实伊的 MV 的风格嘛足特别的咯。先开始啊，伊就用足久无见4个汉字去创造一个立体的角色。啊，这个角色吼，拢代表伊 MV 主角内底心理的世界啊，还是讲伊心理的这个状态安尼。啊，讲到这个 MV 故事的情景吼。咱就爱翻倒来头来讲哦，就是讲吼，伊的歌词是到底是咧讲啥？这个歌词吼，主要就是讲吼，这个主角吼，伊顶要看到心爱的人的时阵，伊伫心内有啥物款的反应？啊，实际佮有啥物反应？这就是看咱一般咧谈恋爱的时阵啊，也是就讲。读相思的时阵，伊款的感觉足成的，所以伊规个 MV 吼，意境情景拢足趣味。是，尤其是咱伫咧甲人爱骂的时阵，啊，你的内心就会足侪迄款小剧场，啊，你就会足侪话想要甲对方讲，啊嘛，足希望对方会使来甲你开讲。这时吼，咱的心理状态会变得高潮烦，就会烦恼讲啊，对方是毋是有介意我无啊？啊是讲伊会嫌阮孤甜啊？啊，毋过阮若是表现甲啊，我无介意你，假无意，我无爱你啊，想讲我爱你啊。人去误解讲，啊，你是毋是真正无介意我？啊，虽然讲吼，足久无见，这条歌内底吼，第2拍的歌词，伊是安尼写哦。见摆若是想起你，雄雄心中会顶起，强要袂喘气。毋过吼，我感觉吼，你若是咧想偷偷想对方迄款情景吼，就应该是爱伊迄种感觉郁住吼，拢郁伫心内底。毋知影当时伊较看到对方。无得看吼，有时阵咱伫咧内面咧想对方的时阵，幻想讲阮等下若见面，我要甲伊讲啥物话，啊，做伙做啥物款的代志。想到遮吼，你的心中就会被破菜，因为吼你毋知影对方是对你共款无共款的意思啊。所以伫个若是想到遮个情景吼，就会惊歹势，甚至讲吼，你伫咧心内有一款迄种罪恶感，嘿，对罪恶感，你就会规暝一日冰心拢困袂落去安尼。是啊，讲到心肝咧跳吼，也是心内作乱，迄种感觉，当看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吼，就是讲吼，较轻的。顶多迄种跳，怀疑咱咧讲吼，搁等一下，嘿，搁等一下，你会当讲吼，切一个。啊，若是讲吼，普通咧形容，心中一直咧跳，波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小鹿乱撞啦。你会当讲吼，噼噗跳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噼噗踩，搁有另外一个吼，就是噗噗唱。啊，搁有另外一个吼，感觉心足烦的啦，心肝。如苍苍，好佳在是咱家己偷偷在幻想时阵吼，会惊歹势。你就唔通你正经若是拄着对方，看到伊话佮讲袂好，安尼就唔好啊，对无？有的人吼，伊看到伊家己介意的人，伊就无法度控制家己。是啊，伊的面吼，甲伊的嘴巴就红记记安尼。是啊，我感觉安尼佮无遐害哦。像你面红这件代志，你会当用做一个原因来甲暗藏过去。譬如讲吼，哦，我昨妈妈啉酒啉伤济啊，到今仔也无退红。你是讲到下晡看到伊个，我还袂退啊，我未退红的。啊是讲吼，啊我今仔胭脂粉吼抹伤高。我绝对袂用这个招教。安尼拢会当算，会当淡薄安尼甲转过去。啊，上严重就是讲吼，你甲跟对方讲话的时阵吼，你可能会错，会大忌。人有当时啊吼，就感觉吼，你连讲话拢讲袂好势，啊，毋知你真正个性啊。有的人讲话就是安尼较含慢的时阵，就会感觉哦，这人足歹开讲的。人就认准吼，你较含慢讲话。其实讲我是感觉，若是有相处安尼落来，你含慢讲话无要紧，因为你若做人实在，安尼我感觉嘛是足加分。啊，你是上重要择偶条件，就是爱做人实在。是，我感觉做人实在，够有善良。尽量会当做饭食药啦。好，伊若有钱就袂使安尼讲。讲到转来吼，其实足久无见这4个字，毋哪会使用伫咱心所爱的人身上。其实讲吼，对于咱较久无看的朋友啊，还是讲一寡亲情，你都会使甲即个足久无看的亲友讲一声久见。啊，若是迄款朋友吼，专工来拜访你，咱都会使甲伊讲一声啊，你哪会遮尔罕见？啊，若是你交情较好的，你可能自细汉搬到大汉的迄款的，你确定恁交情真正袂歹，你就会使甲伊讲一句，你阁有在传
喘气啊。这是真的呢。我有一寡朋友嘿，足久无看，我就会敲电话讲，各位喘气无？是哦，安尼交情真正爱就好。嘿啊，相信有的人吼，伫咧学台语的时阵啊，想讲要安怎甲人烧酒问，照古早的传统吼，咱会讲问讲吼，食饱未？因为咱古早的时阵啊，因为要食卡沙顿，食好烧饱，迄是足困难的一件代志。是。所以吼，咱甲问讲食饱未？就是咧讲讲吼，你生活过了敢有舒适？啊，到即马吼，就袂遐讲究啊。你看到人的时阵，你就通甲问讲吼，你今仔日看起来有较欢喜哦，啊，你今仔穿这束衫足好看的哦。嘿，安尼听到的人吼，伊嘛是会感觉吼心花开。是。是啊。所以郭一斌，你最近过得安怎啊？我最近过了吼，安尼啦。我来咱用这个手仔来形容我最近的心情。对啦，来，不过咱这个吼，其实都是咧讲，足久无去这条歌内底，形容讲吼，咱拄着心爱的人啊，还是讲足久无看的朋友的一寡心理的状态。